后来又早起，阁不止遐热，也毋过今摆小可变天咯。因为锋面接近，加上西南风真强，这个西半部甲东北部有短暂的阵雨，阁无排除会来落雷雨。到礼拜日，阁有强烈的大陆冷气团的到位。后礼拜一到拜三上寒，台南以北甲东北部的气温会降到剩9度到12度，到时阵爱阁甲袖仔并出来穿咯。天气袂歹，有人甚至甲外套拢脱落来，因为讲过完年了后，寒天就要结束啊。安尼想对唔对啊？中昼过了后，这款的好天气就要甲你讲拜拜。下午开始，尤其下午接近傍晚到晚上的时候，在西半部地区可能容易转为会容易下雨的天气。那在比较前面有一些比较，也不排除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对流可能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。因此，伫西半部甲东北部地区无排除雷雨出现，而且要注意的是，礼拜日也有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或者寒流报道。星期天这一天的话，原则上是锋面通过，然后强烈大陆冷气团或寒流南下，所以当天是相对比较湿的一个状况，那气温一路下降，到了晚上之后会逐渐的转为比较偏干，所以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这一段期间，原则上是比较偏干冷的天气。拜六之前，亲像南部高温，拢有机会来到25度，但是礼拜日的冷空气来，这气温亲像出溜龙，快速下降。全台拢会感觉非常冷，一直到后礼拜三才渐渐回升。到的外套也是爱准备好势，寒天也无遐尼紧就离开。